万岁今日不到离世，老爵为苏王定了。既然此事，本宫决定去还家。娘娘，万岁看，这些片刻也是心气就往往里约去了。万岁定的去离院，已与本宫同往，今日怎么多是也曾去？本宫决去离院还家。娘娘，万岁去了，美万岁此去托我美姨娘娘。娘娘，
为什么是要花筒已经一场见你来了我三郎全造物，做起美元不是团团。
前去退保，送去方子一途，万岁无需多言，这等将士神天气为方便，明白？还是当真皮肤不快吗？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千岁万岁娘娘，辛苦你自称好。爱妃，你非爱的子，这是朕命无罪所供，一路翻山越岭，马不停蹄，方报星星。多谢万岁，这位臣天一人，劳动许多天意，这才来仙姑，这是比真子还要只要爱妃喜欢，有有福报。老公公，快将烈士送到内院，生于美妃。娘娘，这是真的为爱妃怜爱的。人权隆恩，那美妃一见，说不定病也得好。万岁小去，老公公说嘞，将那新子母仪送到内院，对美妃娘娘平平仙语，挑起一场舞，真可装点她花容月貌。不得母闹。老公公，快将结果比吧，也平复去。万岁下去。这必然是你进贡那份，朕亲自向人举世无伤。你素来之辈，今日到他方取来了。当着万岁人言，但愿万自担自保。现在万岁既然参战自保，臣听怎么
想这样一来，娘娘你万岁，岂不心过一劫了？他们的心过一劫，我心平，真痛无美，凄美平，岂非相国两别君我情非心深痛，千情有情有送心碧玉梦里啊